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我们的居士大德，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非常开心欢喜师父最近这几天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呢，在我们正国寺的五观堂按照过去的惯例来给各位大家早上完了之后来报告有关佛法的介绍。那么一直延误了好几天，今天呢我们开心师父回来了，那么借这个因缘呢，再一次我们跟各位大家来报告来介绍。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宽恕是良药，宽恕是良药，能够原谅别人，是一帖最好的药最好的药。各位，你能原谅别人，你才能成就自己；能原谅别人，你才能广结善缘。你能原谅别人，不计较，各位知道吗？我就是不嗔恨，那你的心就宽广了，心没有污染，干净了，你心就干净。你一干净就没有病了嘛。我们心很多心事重重，压力很大，很执着，在某一个点上你看不开放不下，那个点上就一直执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很容易障碍你的灵性，会污染。所以我们能原谅别人，不计较了，那这是一帖最好的药，最好的药，这是心药。各位，宽恕，把自己心的郁闷、心的烦恼、心里面的这种结这种打结的部分呢，能够赶快把它解开来。所以这是一帖良药，原谅别人就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施舍会不会快乐？会，一定快乐。你帮助别人，你是一个被需要的人，你是一个被需要，人家看到你的出现，带来就是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因为你来了可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你是众生所需要的人。所以施舍自己，别人看到你很欢迎、很高兴、开心，那我们看到别人高兴，我们也会开心我们也会开心。所以施舍就有一点东西来布施，不管你是言语的布施、脸色、我们的表情的布施，各位知道吗？你的财力能够布施，你用佛法来跟大众结缘，就法的布施。有时候我们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他安慰一下，就无畏施，帮助人家过马路啦，做什么事情有困难呢？来，我辅助一下，关心他一下，就无畏施。所以我们施舍会带给别人快乐，自己快乐，别人快乐，身安茅屋稳我们的身心都能安定身跟心都能安定下来，很沉稳，不起烦恼。各位知道吗？没有那种贪求，没有那种怨恨，没有不满的心的时候，你住在一个茅屋里面，也解得很安稳解得很安稳，无忧无虑。各位，无牵无挂，所以就茅屋，住在茅屋也感到很满足了，很满足，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我们一个人懂得满足我们不过度的贪求。烦恼从哪里来就从贪来世间烦恼皆由贪欲起，贪欲就贪，有这种贪的欲望、贪的想法贪的那一种动作，所以造成了我们的心就变成烦恼不断。一个人如果能够知足，天地宽走到哪里没有烦恼，就是什么都是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就天地都宽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很惬意。什么叫惬意幸福觉得很满意不起烦恼心所以知足天地宽，放下少烦恼。你看，你一直抓着不放，会不会负担负担我们这个手背也会承受不住。你放下了就轻松了，肩膀就不会背负的包袱嘛，不会有包袱。所以要懂得放下。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要记住，不要将烦恼带到床铺上。
你要上床的时候，你就想哦，今天的事情今天必就结束了，今天的事情到这里结束，我要好好睡觉，养足体力啊，养足体力，让精神饱满。那么明天我再好好面对该处理的事情。所以要放下，什么事情都要放下，放下。所以过去呀，师父经常介绍给大家呀，各位你知道吗？不要将烦恼带到床铺上，不要将仇恨留到明天呐，不要将悲观带入你的生活里，不要将臭脸留给别人，送给别人。每一个人跟人家相处，大家都喜欢笑笑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对不对啊？哪一个把脸拉下来就，这个我们老早就闪得远远的，躲得开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那么烦恼就减少，烦恼一减少，身心就很轻了，很安乐，很喜悦，非常的喜悦。念佛就生净土了。佛告诉我们，只要你念佛，你能往生西方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发愿就是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人，只要你相信，不要怀疑。一旦你接受了，我愿意相信念佛，我也坚持要念佛，那以后你绝对往生西方净土。一到了净土，一定成佛，一定成佛，你不会再受苦了。所以你看，念佛就生净土，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啊？很好听。今天把这一段的内容告诉大家啊，跟大家结法缘。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